你这个小娇人，南诏都亡国了，还不束手就擒，跟我们好好玩耍，还想逃跑？给我打！去！南诏国的俘虏不是都关在天牢里吗？他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住手！大理寺的人真不是东西，把他折磨成这样。哪来的野丫头，多管闲事！给我打！你们什么人，敢对大理寺动手？国师府李微旭。走。师父，师父，大人，这家伙一直在门口杵着，怎么赶也赶不走，看来是偷偷跟过来的。你挺可爱的，让他留在府里吧。你愿意吗？我说，你愿意吗？带他下去洗漱更衣。是。大人，收拾好了。这小娇人竟如此俊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扶苏。听说你们鲛人从不剧毒，是真的吗？放心，饭菜里没毒。这把匕首是鲛人的于其所制，美吗？你可认得这是谁的于其？大人，这是大理寺捎来的关于杀死老国师凶手的线索。属下告退。查了1个多月，就查出这么点东西，真是一帮废物。你不杀我吗？你的眼睛，师妹，师妹，你，哼！哎，住手！阿姐，谁允许你进我房间的？
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往府里养了个这么漂亮的小白脸？但不跟他知道吧？啊，你完了！我养什么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太傅大人又有什么关系？林文虚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承认淡漠阁是我未来姐夫。至于这条臭咸鱼，想都不要想，没门！给我拖出去，斩了！啊，阿姐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不是，你就为了一条小咸鱼就要斩了我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姐？淡漠阁知道吗？林文虚，你给我把我翻了，你个臭汉奸，我弄死你啊！我吓唬他的。你的鱼鳍呢？鲛人全凭鱼鳍在海中生活，没有人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暴露在外面。那若是没了鱼鳍，就会寸步难行，直到死亡。不过你的功夫这么高强，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去吧？是你弟弟太弱了。口气倒不小，我那弟弟虽然混账，但身手还是不错的。这么说来，之前那些人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你为什么不还手？既然不愿意说就算了，这几天在府里好好休养吧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说了呀，我喜欢你。有多喜欢？这么点吧。你怎么了？好冷。净水咒，只有我族的血可以缓解。你醒了，好些了吗？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昨晚是我救了大人。你那叫趁人之危。大人难道不知道自己中了净水咒吗？体内的寒毒随时都会发作，一旦触碰冷水，疼痛便会更加剧烈。那你说说，该如何破解啊？我们鲛人的血液倒是可以缓解，但真正的破解之法，只有皇族长老才知道。那这么说，我还离不开你了。只要大人需要，我就可以一直在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亲啊？成什么亲啊？我是不会对你负责的。在我们南诏，男女……南诏已经亡了，这里是大秦。大人要去哪儿？国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把小鲛人交出来！凭什么你不死？给我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不放我大理寺吗？啊！你们这些小人也就趁着国师大人不在才敢来这叫唤。你放屁！我乃大理寺社稷，你们私藏鲛人要犯，我奉大理寺之命前来问罪。你少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虐待俘虏在先，国师依照大秦律例暂为庇护，合情合理。等等！你们虐待俘虏？哼，那小鲛人可不是普通的俘虏。谢谢你。帮我出了一口恶气，好兄弟！你这个鲛人小杂种，竟然敢伤我！我给我杀他！上他！快走！快走！
再敢叨扰国师府，我让你尝尝一辈子都站不起来的滋味！滚！哇塞！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凶悍。林如恋，哎，莫西。下次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再对任何人使用法术，听到没？我没有做错，谁对大人不利，我便招惹谁。听到没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大人的眼里只有我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传令下去，朕扶苏为国师府侍卫长，今后但有不敬者，后果自负。太傅大人，久等了。小心点。是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进出国师府，何时需要你的准许？我是国师府的侍卫长。自然有权过问无关人员。哼，你该不会真的以为微旭把你留在身边，是因为在乎你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真相啊！公子不能进，公子真的不能进。这个是老国师的房间，真的不能进。谁让你进这个房间的？我说谁让你进来的？来人，把这个小娇人给我绑了，关差房去。师父，我说小咸鱼啊，哎呀，你也别太难过。我阿姐是出了名的不守妇道，她身边的男人从来都是来来去去，不差你这一个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帅哥啊？你眼睛不干吗？我长得很像他师傅吗？你说老国师啊？差远了，老国师比你英俊的多。哎，这个小咸鱼，你敢，我弄死你啊！我要扒你的鱼皮啊！主人，请吩咐。昨夜城里发生了连环杀人案，死的人是我大理少卿李安。国师大人眼力远在我们之上，想必一看便知究竟。这伤口确是鲛人的鱼鳍所伤，可那又如何？整个大秦国谁不知道你国师府饲养鲛人？今日那鲛人，您教也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可笑！我堂堂国师府，岂是你们想撒野就能撒野的地方？
来人，把他们轰出去！你敢？谁敢伤他？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这几日，这个小鲛人天天被我囚禁在房中。如果大理寺卿还抵死纠缠的话，我不介意将我的闺房之事说给你们听。真不害臊！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走。你杀人了？我没有。你别告诉我，就这2条链子能拴得住你？我若真要杀人，便不会给那些人申冤的机会。你还挺得意啊！把我的国师府弄得鸡飞狗跳，你就满意了？我没有。从今天起，滚出国师府，别再让我见到你。大人，如果没有我，你的净水咒……放开！用不着你管。都愣着干嘛？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吗？不必了，我自己会走。谁？扶苏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怎么流了那么多汗？你走开！你先出去。还烫吗？你要去哪儿？我不该在国师府，这是国师大人的命令。我们昨天晚上都那样了。你我如何了？昨晚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国师大人都不会对此负责的，不是吗？扶苏，实在对不住国师大人，成年鲛人在每个月圆之夜都会失常，
所以我真的不记得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若我有任何逾矩的行为，还请国师大人责罚。月圆之夜时长，你是鲛人又不是狼人，你当我这么好骗？反正国师大人向来都不信我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昨天晚上我很满意你的表现。那大人愿意对我负责了？容我再考虑考虑。那大人还要赶我走吗？暂且留下吧。鲛人者，18岁发情，每到月圆力弱气虚，一旦结合，一生只认一人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坐下一起吃啊。我娘亲很喜欢你们人类的美食，小时候她经常给我做凉糕吃。那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娘亲失踪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。有些人就算再久没见到，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和美好的味道，会让我们回味一辈子。她离开的时候很早，我都快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。我记得你娘亲是叫严楚是吧？大人可曾见过我的娘亲？我只在卷宗上面见过。可还有别的？你弄疼我了。大人，如若能找到我的娘亲，便可解你身上的净水咒。无碍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怎么能不担心？如今我已是你的人了，我要你一切安好。偷袭！陛下，2个月了，杀害师父的凶手至今未明，臣不得不怀疑大理寺的办案能力。陛下，臣一直在尽力查办，无奈线索太少，仅存的南诏王子也在国师府中，臣实在是无从查起。宁大人，这是怀疑我包庇罪犯了？我早就说过，若是扶苏有罪，我定亲手将他带到御前。国师大人和鲛人日夜共处，真到那时恐怕也舍不得吧？你别吵了，大理寺查案不力，朕自然可以严惩，但鲛人杀害大理寺少卿一事，朕也不能不管。扶苏他没有杀害任何人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有最大嫌疑，不罚不治，难堵悠悠众口。那就查到堵住悠悠众口，臣绝不多言。最近有长进啊！全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还有颜如玉。看来这书是没有白读。假以时日，我定能像顾太傅一样文武双全，想必到哪都是人见人爱。顾太傅可是对武功一窍不通，你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这个。不可能，他内力极高。你说什么？那日我亲眼所见，他一定有功夫在身。太傅大人，久等了。小心点。
大人，出事了！师兄！师兄！滚进去！师妹，师兄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师兄，我好冷。师妹，你干什么？放肆！师妹，大人，我们回府。大人，大人醒了。你又救了我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对了，我师兄怎么样了？苦肉计又死不了人。你怎么这么说他呢？师父走了之后，我只有师兄了，我不希望他有事。若我说他一切都是在骗你呢？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去看看他。大人，不要去。大人，什么事啊？毛毛躁躁的。老国师的房间进贼了。什么？找到贼了吗？那贼狡猾的很，让他给溜了。好在没丢什么贵重的物品，就一些老国师的亲笔字画，看来是个不识货的小奴贼。师傅的字画在我眼里价值连城，马上派人去查清楚。是。这股香味怎会如此熟悉？你一定是那鲛人。扶苏，扶苏一早就出去了。陈莫西，竟然是他！莫西不可能是奸细，这一定是诬陷。阿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！莫西根本不会武功，他怎么可能是奸细呢？阿姐，阿姐，这个说不准啊。
谁说奸细一定要善舞？阿姐，如若莫西真如你所说的不是奸细，那他现在应该很危险。天四方，扶苏啊！我的好侍卫，一大早出门就是为了保护别的女人？不是的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阿姐，他可是北齐奸细，你是他的帮凶吗？我只是碰巧路过。这离国师府可差着108000里呢。准确来说啊，17里。我每天走2趟，所以你闭嘴！哎，是我遇刺，扶苏只是碰巧救了我而已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被刺杀呀？你是北齐国的人，是还是不是？我的确是北齐派在秦国的人，但是我从未做过伤害秦国的事。我保证，天丝坊只是一个情报流转的地方，但是所有的情报都是碎片化的，我根本看不懂其中的含义。那你可知和你联络的那个人是谁？我只知道他在大秦的地位不低，但至于是谁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么说来，你只是北齐的一枚弃子。大人，陈天嗣意外受重伤，命不久矣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暂时还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今天怎么不去天丝坊了？大人，我错了。你怎么会错呢？你又不是我的附属品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大人，你快别生我气了。那你究竟何时告诉我你为什么出现在天丝坊？我说了，大人也不会信我。好，那你永远都别说了。我去找他，想确定一件事儿。何事？确认他为何要去国师府偷画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偷的画？现场的香味和他的一样。啊，你这鼻子倒是灵敏得很呢。鲛人的嗅觉的确不一般。你要再敢亲一下，你就死定了。错，好玩吧？我还有，看，怎么样？有趣吧？哎呀，无聊，喝口茶吧。不如喝一杯交杯茶，怎么样？不喝。哎，来嘛来嘛！哎呀，别闹了。啊，不错，好茶。你又怎么了？林如恋，如恋，这茶。林如恋，如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如恋，林如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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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阿姐啊！怎么回事？如恋，如恋，如恋，他中了吊鬼子。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他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你们北齐的密钥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
这汤药管用吗？喝了总比不喝好。扶苏，你的血久久如炼，你的血一定可以让他复原的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。废物，成事不足。看来还得我亲自动手。今天是我唐突了，我不该这么要求你。我就如练这么一个弟弟，虽然他平时很不着调，但对我这个阿姐从没儿戏。我不能看着他就这么死去，你明白吗，扶苏？扶苏。你想割便割吧。所有的药对我都不起任何作用的，大人。你装醉骗我！现在是该大人质问我的时候吗？我的血只愿意为你所用，就算折寿，也在所不惜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答应你。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呢。醒了。扶苏。扶苏，你流了那么多的血，我给你做了吃的补补。这些桂圆都是我亲手剥的，你尝尝。你尝尝。多谢国师大人，我饿了自己会吃。你究竟有完没完啊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脾气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难道这样
少爷醒了。可恶，真是太可恶了，竟然中了他们这么低端的诡计！可恶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呢？一点事都没有。你真的吓死我了，都是我的错。陛下，这是臣从陈默熙手中获取的所有信件。如今他惨遭刺杀，恐命不久矣，想必只是北齐的一枚弃子。而真正危害我们大秦的，另有其人。这是2个月前家师遇害时，凶手遗留在现场的凶器。我断定，此凶手定是北齐奸细，希望陛下可以下令彻查。朕一直都在彻查，国师还想让朕下什么令？微臣推测，此幕后黑手定是朝中重臣。臣希望可以搜查所有1品以上官员的府邸。简直荒唐！太傅大人求见。选。参见陛下。太傅可识得此信？回陛下，这信件加密重重，微臣实在是看不懂。而这匕首，乃是南海第一美女严楚的尾鳍所制。此话当真？臣喜爱收藏天下名画，其中就有一幅是这严楚的画像，而且她正是这鲛人扶苏的生母。这小鲛人接近国师，一定抱有不轨的目的，还请陛下将其收监，拷问出严楚下落，为家师报仇雪恨。言之有理，将这鲛人打入天牢。陛下。天资不足，察之甚严，才疏学浅，不通政事。师兄，怎么会？国师大人。这是师父的笔记，但微许绝配。师妹你，师父早就立下了遗嘱，但我知道你对我并无意思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师兄，你已经很久没叫过我师兄了。师兄调查严楚的案子进展如何了？
暂时还没有头绪。毕竟严楚失踪了那么多年，只知道现在她是北齐的王妃。她曾经还是南诏的王妃，这样的女人，哼，这一切应该都是北齐的阴谋，包括那个小鲛人。那朝中北齐的奸细呢？应该就是那个鲛人。不可能，扶苏这些日子一直在我身边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。你看看你，这个就是皇上不准你参与此事的原因。你可千万别被这个鲛人蒙蔽双眼。师兄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该再相信他了。你早点清醒，师父的大仇便能早一点报了。如果扶苏真的是凶手，我一定亲手。大人，站住！国师大人怎么了？他中了净水咒。那不是南诏国的秘书吗？是你背叛了我阿姐。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纠缠，松手！扶苏，你不配，你根本不配我阿姐的喜欢。你让我阿姐伤心，让我阿姐身负重伤，让我阿姐成为众矢之的，你就是个晦气。骂够了吗？我不光要骂，我还要打你呢！都什么时候了？别闹了！关于我娘亲严楚，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的也并不多，只听说几年前北齐王在北齐和南诏的交界处发现了一个鲛人，并没有杀害，反而养在深宫中，封为了储妃。深宫禁卫森严，没有令牌根本进不去，也见不到他。一个令牌而已，做一个不就行了？可惜我并不知道令牌长什么模样，不过我背后的那个人肯定有令牌。你背后？你别闹了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再让我见到你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别这样说，扶苏。他那么害我姐，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了？是他割破经脉救了你。什么？太傅大人，您要的卷宗到了。太傅大人，太傅大人，太傅大人。宁大人，太傅大人，
没想到您对兵器还有研究。先是李安，再是宁毅，他们都曾与扶苏有过过节，而且死法近乎一样。一群废物！眼下扶苏逃狱，臣断定扶苏就是凶手。大秦的天牢还关不住一条鱼，林微旭，这就是你答应的结果。陛下想责罚，下令便是。你南诏的凶手未定，北齐的奸细为状，陛下何必揪着一个小教人不放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替他辩护？臣只是就事论事。至于扶苏，臣定会亲手将其抓获，给众人一个交代。好，抓不回来，你这个国师也不用做了。大人，吃点水果吧。扶苏的动向可有消息了？哎，大人，扶苏现在可是要犯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我是奉旨查办。快呀！太傅大人先前不上早朝，现在又迟迟不肯现身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太傅大人日夜操劳北齐奸细一案，还请国师大人再等等。师妹，攻击了。扶苏，定是我先前招惹过他，所以他报复我罢了。只可惜我武力不及他，还是被他逃了。是你？没想到吧？你也有被我拿下的一天。你应该庆幸我现在还不想杀你。哦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你的母亲颜楚吗？你把我的娘亲怎么样了？你的娘亲啊？你娘亲还真是爱你啊！就算被我割去了鱼鳍，还是照样不肯说实话。你们这些鲛人杂种，还真的是一无是处。你识相的，你就赶紧放开我，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颜楚还能安然无恙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让你滚，你还真的滚！臭咸鱼，
发情了也不来找我。喝了我的血，你就再也不用替别人办事了。这儿，轮得到你说话？事成之后，顾大漠能分你半点好处吗？哼，太傅大人是要拿天下的人，岂容你在这里揣测？哎，阿姐啊，听说我姐夫又惹事了？什么姐夫？当然是扶苏啊！他用血救了我，就是我姐夫，是吧，郭姐？你的姐夫是谁，由我来决定，懂了吗？切，见异思迁，始乱终弃。找到了吗？他一定有功夫在身。若我说他一切都是在骗你呢，你会信我吗？师妹，明日就是师傅的百日祭了，那日凶手就是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走的。师傅，师傅，谁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醒醒啊！师傅，是我的错。如今那鲛人扶苏依然逃脱在外，我担心他会伤及无辜。师妹大可放心，想要抓到扶苏并不是一件难事。扶苏欺骗了我，他于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大人，更让我痛心的是，在皇上眼中，你、我师徒三人的性命竟然一文不值。皇上本就忌惮师父在朝中的势力，还有北边的御林军，对师父之死，自然不会上心。可怜我师父，为秦国上下操劳了近40年，到头来，皇上还利用师父的死，引发两国战争，简直……唉。师兄今日如此反常，莫非真如扶苏所言，事有蹊跷？
如此一来，你就还是秦国的国师，而你就不再是一人之下的太傅。自然不是。师妹，你怎么了，师兄？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不然呢？你别逼我伤害你，就像你伤害师傅那样。师傅他不让我娶你，我自然留不得他。果然是你！等我杀了这个狗皇帝，我就是秦国的新皇帝。到时候，你做我的皇后，岂不皆大欢喜？至于你的扶苏，早就被我弄死了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嘿！怎么样？你们憋死我了，姐夫！你用的什么鱼皮啊？一股腥味，熏死我了！顾淡漠果然让朕很失望。来人，把这奸细押入天牢。大人，快去叫御医过来！魏续。
人都走了。我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天休假吗？我要好好把握。这说不定啊，我这肚子里头还有个小鲛人，要不然我怎么老这么累啊？胡闹！哪里胡闹了？要不然那匕首怎么伤不到我？这可能只有我娘亲才知道。来人！来人！大人，你醒了，替我代笔上书皇上，奏请我林魏续领军去北齐，解救鲛人皇妃严楚。是。大人醒了！大人醒了！大人醒了！这下安心了吧？嗯。